即嘛，无怪这做妈妈、做爸爸会烦恼，所以来关心这个疫情消息。中华又有确诊的人去过，台北有一个40外岁确诊的查甫人，伫8月7日下晡3点到6点，去这个参尾公路的花园驶过，行过所在包括民族路的大众园街、甲怡心园公车牌啊附近，因为情人节到啊。有这个确诊的人去过，和这个生理人烦恼讲，安尼会无人敢去买花。县政府强调讲，自从疫情爆发了后，公路花园逐礼拜拢会消毒4摆，乡亲唔免烦恼。情人节的花拢传好啊，拢去离上个野爆所在，这个生理上好的情人节就要到啊。因为中华出名的参尾公路的花园，讲有确诊者去过这个所在，或者生理人烦恼讲，是到这个花看什么人要来买。可能多多少少会影响啊，一定影响的啦。哎，安怎讲？就疫情啊。生理人的烦恼唔是无道理。公路花园是开放的空间，本来降级了后，疫情较稳定，真侪人会来这里洗。因过听到讲有确诊者来过加检，拢会惊。会有点担心啦。县政府公布讲，这个台北40几岁确诊查甫人，伫8月7日到参尾公路花园，为下晡3点半开始，去过民族路的大众园街、怡心园公车站牌附近，一直到暗时6点15分才离开。他刚好要南下，经过我们彰化，那进来我们这个庭园买花、看花、赏花。县政府接到通知了，随展开全面的消毒嘛，强调讲疫情爆发了后，公路花园逐礼拜拢会定期消毒4摆，就算降级嘛是同款，民众唔免着惊。不过若是甲确诊者去过同款的所在，人若无爽快，就要赶紧去找医生。